大姑娘满分点，胭脂妆甲真正水呢。但是只有故事唱讲片，大姑娘笑眯眯要出去。喂，他是。当得伊是为着啥代志？小姐，啊无你是要倒去红？你怪。七早八早，伊着期待，欢喜在心内。为着问你一句话，去甲安尼生，亲像做风台。吃饭就白金，你着出门，半暝才入门。为着问你一句话，去甲安尼生，亲像做风台。大姑娘天真又活泼，窈窕又古锥呢。会当头毛真美丽。大姑娘真欢喜要出去。喂，他是。好，我着惊赶紧拼活去。小姐，啊无你是要倒去红？你怪。因为若会遐歹，实在不应该。我问你一句话，实在真好意，请你着了解。小姐你因为真无理解，出面通人知。为着问你一句话，去甲安尼生，实在不应该。大姑娘变面发脾气，骂我坏当时呢，讲我是无路用的男儿。大姑娘准备好做伊去。喂，他是。害我孤单伤心变相思。